好，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臨床腫瘤科助理教授趙建良醫生。咁歡迎收睇呢個今日嘅健康專題。咁我哋今日咧就會想傾下一個香港比較常見但係經常被忽視嘅男性嘅癌症嘅。咁呢個就係前列腺癌啦。咁其實喺香港每6宗嘅新確診嘅癌症咧，其實都會有一宗咧係屬於前列腺癌嘅。但係一個可怕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初頭嗰陣時可能係冇乜症狀嘅，所以令到一些病人咧可能會確診嘅時間咧會係已經係晚期啦。但係呢個風險咧其實都唔係無計可施嘅。咁今日咧我就邀請咗2位嘅泌尿科醫生啦，嚟同大家講解下前列腺癌係點可以早啲識別啊、早啲診斷同埋早啲治療嘅。咁就請咗港大外科醫生賴醫生啦，同埋港大外科醫生黃醫生嘅。好啊，不如首先問下賴醫生先啦。咁其實好多病人其實開頭都冇乜感覺嘅，但係一查咧就已經後期啦。咁其實點解前列腺癌唔係咁易被察覺到嘅呢？最大個問題就係咧，早期嘅前列腺癌咧好多時都係冇症狀，或者症狀都唔明顯嘅。有症狀嘅時候咧，好多時亦都有啲常見嘅泌尿科症狀，例如啲小便頻密啦、夜尿啦、個尿流弱啦，或者有啲滴漏嘅情況嘅。咁亦都有啲人可能覺得我只係飲得水多啫，或者我都係正常嘅年紀大咗有嘅問題啫。咁變咗咧就延遲咗求醫啦。到真係有啲症狀，譬如骨痛啊，咁先發覺原來已經擴散咗去啲骨頭嘅地方咧，咁就已經屬於比較後期嘅前列腺癌啦。好啊，咁黃醫生，我哋點可以早啲發現呢？咁個關鍵咧就係主要係要早啲去做檢查啦。我哋第一個要 check 嘅指數咧叫做 PSA 或者叫做前列腺指數啦。當嗰個指數係上升咗嘅話咧，就代表個病人咧佢嗰個前列腺癌嘅風險咧係高咗啦。咁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醫生咧就會配合一個指探啦，去檢查前列腺啦，可能會抽其他血做一啲指數啦，有機會做翻一啲嘅 MRI 或者我哋叫做磁力共振，去睇下個前列腺有冇一啲可疑嘅陰影啦。咁進階咧，如果需要嘅話咧，可能會做一個前列腺嘅抽針，一個入侵性嘅檢查，睇下係咪真係有前列腺癌嘅。好，咁有冇啲病人係要更早、更密切咁監察嘅呢？國際指引建議50歲或以上嘅男士，或者45歲以上嘅男士帶有家族史或者帶有 BRCA 2型基因嘅變異者咧，佢哋都比正常人咧係會有比較高風險患有前列腺癌嘅。咁佢哋都建議咧係及早做呢個 PSA 檢測，配合呢個臨床嘅檢查，例如指探，去盡早把握呢個早診早治嘅窗口嘅。咁黃醫生啊，到晚期擴散型嘅前列腺癌啦，我知道 ADT 係治療嘅根基啦。咁你點用 PSA 同埋呢個男性荷爾蒙嘅水平嚟調整你嘅治療方案呢？咁點樣判定一個 ADT 係咪喺病人裏面仲生效緊呢？最主要咧就係睇2個指數嘅。第一個咧就要睇一個睾丸酮啦。如果個睾丸酮咧係控制緊目標水平以下，而個病人嘅 PSA 指數咧亦都可以平穩咁樣係一個穩定而且低嘅狀態咧，咁證明咧呢個 ADT 咧喺病人身上係仲有效嘅。但係如果個 PSA 反而係越嚟越高或者係唔穩定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啦，會唔會係睾丸酮個抑制唔夠好啦？咁如果個指數係高咗嘅話咧，我哋咧係可能要調整翻我哋 ADT 嘅一個嘅治療啦。如果佢個睾丸酮咧係已經係抑壓得好好啦，但係個 PSA 反而越嚟越高嘅話咧，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咯，其實係咪個腫瘤咧已經係有一個嘅抗藥性產生，或者我哋叫做 CRPC 啦。咁呢個情況下咧，可能就要有進一步嘅癌症藥治療啦。好，喺選擇 ADT 嘅治療方案咧，有咩特別要注意呢？咁有研究指出咧，當呢個 PSA 可以維持一個較低嘅水平，同時咧呢個睾丸酮可以抑制到一個更深度嘅水平嘅時候咧，患者咧係可以得到更長嘅整體嘅生存期嘅。咁所以咧 ADT 嘅目標咧，就應該放喺長期而穩定咁降低並維持 PSA 同埋呢個睾丸酮喺呢個理想嘅範圍啊，盡量減少個波動，同埋確保咧呢個療效，同時呢個安全性、依從性同埋呢個生活質素咧得到保障嘅。亦即係話啦，透過個人化嘅 ADT 方案啦，配合呢個規律嘅覆診咧，可以將 PSA 同埋呢個睾丸酮咧維持喺一個理想最低嘅水平咧，係有利於呢個病情嘅長期控制嘅。
好，咁對於接受緊 ADT 嘅患者咧，有咩要特別注意呢？咁一般嚟講咧，接受緊 ADT 嘅患者咧，都需要定期翻嚟去覆診嘅。咁除咗頭先所講啦，要睇下佢嘅成效之外咧，我哋都要排除會唔會有其他嘅副作用咧係有產生到啦。咁雖然大部分嘅病人咧接受呢個 ADT 咧都係能夠係耐受得到嘅，咁但係有少部分嘅情況下咧，有一啲嘅風險咧都需要注意啦。譬如咧係一啲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啊，一啲可能糖尿病啊、血壓嗰啲嘅風險都需要注意啦。咁所以我哋需要透過抽血啦，譬如驗佢嘅肝腎功能啊，一啲嘅代謝嘅指數啊，去睇一睇嘅。咁至於咧一啲病人，如果佢係個癌症比較高風險啦，或者佢接受緊其他一啲嘅標靶嘅治療啦，咁呢啲病人咧更加需要密切啲去覆診，多啲去檢查佢呢一啲嘅風險因素啦。咁如果患者不幸地在確診個時間已經患上擴散型嘅前列腺癌，咁除咗 ADT 嘅治療方案，仲有咩其他嘅方法呢？當呢個前列腺癌擴散咗，而佢仲係呢個荷爾蒙敏感性嘅時候呢，其實佢哋而家可以選擇嘅治療都相當多嘅。除咗我哋頭先講嘅 ADT 之外啦，佢哋可以接受新型嘅荷爾蒙治療啦、化療啦，或者放射性治療咁唔同嘅方案嘅。不過咧，唔同嘅患者咧，對唔同嘅治療咧，亦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嘅。所以咧，後續嘅治療咧，其實個選擇同埋個方案咧，亦都會因人而異嘅。咁其實如果病人入咗 mCRPC 呢個階段咧，咁唔係個個病人都會有第二線嘅治療啦。咁其實你會喺抉擇上有啲咩因素要考慮呢？但當患者咧進入咗呢個轉移性荷爾蒙抗性前列腺癌 mCRPC 嘅時候咧，佢哋嘅整體存活率咧就會同個疾病開始掛鈎啦。所以咧要延長患者嘅總體生存期咧，我哋一定要有好好控制個疾病。mCRPC 嘅一線治療咧，於是就尤為重要啦。喺早期咧，針對住呢個 mCRPC 嘅治療咧，其實寥寥可數嘅啫。但係隨住而家臨床研究不斷有突破性嘅進展咧，前列腺癌已經邁進咗一個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嘅新時代啦。咁代表咗咧，治療個方式唔再係一式一樣噶啦，而係會根據每一個患者嘅基因特徵同埋佢哋嘅病情，去為佢哋制定一個更合適、更有效嘅治療方案。而要實現呢個精準治療嘅重要前提咧，就係呢個基因測試啦。因為唔同嘅基因突變咧，會影響癌症嗰個生長速度啦、對藥物反應啦，同埋我哋對個病人個整體嘅病情嘅判斷嘅。國際醫學指南咧，而家建議啦，對 MCR 病死嘅患者咧，係進行呢個基因檢測，從而去幫助我哋醫生咧，更加準確咁為患者選擇更適合嘅治療，亦都令到個治療咧更有針對性，成效咧亦都更為理想。咁醫學研究顯示咧，其實前列腺癌嘅產生啦，同身體一啲嘅基因啦，或者係一啲嘅 pathway， 其實都係好有關係嘅。咁例如咧，係一啲 DNA 修復嘅一啲 pathway 啦，一啲嘅雄激素受體嘅一啲嘅路徑啦，或者係一啲嘅細胞生長嘅一啲嘅通路咧，都係非常之有關嘅。咁如果我哋可以透過檢測去測到原來個病人咧，其實有邊一啲嘅基因咧係出現咗變化嘅話，而去針對嗰個變化咧去俾一個治療嘅話咧，咁呢個係我哋叫做個人化治療啦。其實對呢個病人咧嘅嗰個前列腺癌嘅控制啊，或者整體嗰個存活率啊，嗰個生存咧，亦都係有大大嘅幫助嘅。好，咁最後想兩位醫生分享下點可以用基因測試嘅結果而選擇最適合病人嘅方案呢？頭先黃醫生都提到啦，前列腺癌嘅形成同埋發展咧，同身體入邊幾條重要嘅信息通路係有關嘅。當中一條比較特別關鍵嘅咧，就係一個負責修補 DNA 嘅系統啦。正常情況之下咧，呢個系統係會幫助細胞修正翻 DNA 入邊嘅錯誤嘅。但係如果呢個修補功能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細胞就會積聚咗越嚟越多錯誤嘅基因噶啦。日子耐咗，呢啲細胞就有機會變成癌細胞噶啦。喺呢一方面咧 ，HRR 基因咧就係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基因啦，亦都可以話係前列腺癌咧精準治療嘅其中一個關鍵。喺呢一類 HRR 基因入邊咧 ，BRCA1 型或者 BRCA2 型嘅基因突變咧喺前列腺癌患者嘅中咧就最為常見啦。呢個基因突變咧，亦都可以喺一啲乳癌或者卵巢癌嘅患者嗰度咧係檢測出嚟嘅。如果前列腺癌患者檢測出 BRCA1 型或者2型嘅基因突變咧，醫生咧就可以考慮試一種名為 PARP 抑制劑嘅標靶藥物啦。咁研究發現咧，
對於呢啲新型荷爾蒙致癌病情之後仍然出現惡化嘅情況呢，帶有 BRCA1 型或者2型嘅基因突變嘅前列腺癌患者呢，PARP 抑制劑嘅治療效果呢係明顯較好嘅。咁亦都研究顯示啦，用呢個 PARP 抑制劑嘅患者呢，對佢嘅整體生存嘅時間啦、腫瘤受控嘅時間呢，亦都可以有相應嘅改善嘅。如果呢個 PARP 抑制劑呢係喺化療之前使用呢，個效果呢亦都比較顯著嘅，能夠進一步延長呢個腫瘤嘅受控時間啦，同埋佢嘅整體生存嘅時間嘅。咁同時咧，PARP 抑制劑咧，亦都可以舒緩到唔少抗藥性前列腺癌嘅症狀啦，譬如係骨痛啊等等，咁大大改善到病人咧嘅生活質素嘅。咁當然啦，呢一個藥都有佢嘅副作用啦，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出現一啲貧血啦，會比較攰啲啊，或者係出現一啲可能作嘔啊、一啲腸胃嘅症狀嘅。咁如果真係出現呢啲症狀嘅話咧，咁都建議同醫生去溝通翻。需唔需要調整翻佢嗰個藥物嘅劑量啦，或者係俾其他藥咧去控制翻呢啲嘅症狀嘅。咁當然啦，除咗呢個 BRCA 嘅變異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睇下病人有冇其他嘅 HRR 嘅一啲嘅變異啦。咁有機會咧係影響嗰個治療嘅方案嘅。咁喺某啲情況下咧，有機會咧係配合一啲新式嘅荷爾蒙藥啦、PARP 嘅抑制劑啦，甚至係其他嘅標靶藥咧，都有機會生效，甚至咧係影響或者改善呢個病人嘅一個存活期嘅。咁最後啦，亦都係呼籲翻啦，如果個病人咧係有前列腺癌，而家族史亦都係比較係強嘅話咧，即係屋企人可能之前都係有前列腺癌嘅話咧，咁就盡量配合翻醫生咧係做翻一啲嘅檢測，去睇下有冇一啲嘅基因突變啦，咁做翻一個個人性嘅治療嘅。好，今日咧就有4個重點想重溫翻啦。咁第一咧，其實就係前列腺癌初期嗰陣時咧，都比較難察覺到嘅。所以最主要咧就係如果有高風險啲人士咧，就去PSA 監察早啲就會比較理想啦。咁第二咧就其實知道 ADT 咧其實都係呢個治療前列腺癌嘅根基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平穩地撳低咗呢個 PSA 嘅水平咧，就會係做呢個最好嘅治療嘅方針啦。第三咧就係其實高風險嘅病人咧就要頻密啲咁覆診啦。同埋4咧，其實基因測試個結果其實可以幫病人揾出更適合佢嘅治療嘅方針。好，咁希望各位可以把握早識別、早診斷、早治療呢3個原則。咁如果你話家人有啲咩疑問呢，就記得及早向醫護團隊去商量一個合適嘅醫療計劃。好多謝兩位醫生，同埋多謝觀眾收睇，下次我哋再見啦，拜拜。